看起来像是一座佛堂。哎，这里佛像摄妖，一定会安全些。走，走，大家保护你。嗯。哎呦，这不是佛呀，这是什么神啊？案子一尘不染，又有香烛，看来是有人。阿莫，表兄。 小薇姑娘，救命！小狐狸，竟然坏了我的好事！我乐意与你何干？无需向你这个非人非妖、天地不容的怪物解释。好，我千年树妖猎人大妖一起手！小薇小心！小薇，你没事吧？公主，来，静儿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大哥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大哥，三妹，你没受伤吧？刚才很危险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？可能是伤到哪里了。